请问为什么要用金马奖，用马来号这个名呢 ？A 是指咱的金门妈祖 ，B 马代表成功 ，C 就是乌马的意思。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金马奖迄是应该是讲咱拍电影的奖嘛，哦，是这个典礼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典礼，无，因为我即摆有2个想法，一个就是甲迄电影有关系，典礼啊，典礼，另外一个是做兵的时阵，抽签抽到金门妈祖，会叫我叫金马奖，所以讲即摆这个金马奖是典礼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典礼。对，想要怎有一只马？是金门妈祖吗？马，因为马告成功，马到成功，马到成功，马到成功的意思嘛。是啊，所以你就是你会选 B。我可能我会选 B。敢无人会选金门妈祖？金钟奖嘛是金，金曲奖嘛是金。所以这个金应该是最厉害的意思，主要是这只马的意思，应该是马到成功的意思安尼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好，我已经决定啊，我即把手要摸起啊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B， 马代表成功的意思。好，咱来看这个，马代表成功的意思，对唔对？是啊，机会来了，听到意思啊啦，好来，机会来啊！阿布你敢若听过？有听过。是金马奖的由来，是14。那个典礼介绍看过的对。哦，刚刚有印象安尼。好，安尼就看你有要相信你的同学啊。因为我是感觉是因为乌马拢会冲出来，我是那是伊得奖，就讲是乌马，所以我无叫你学哦，无叫你学。你选 C， 就是敢若因为你想要露牙龈。无啦，我无选 C 嘛会露牙龈。恁确定啊未？好啦 A 啦，就相信我的朋友。好，应该是 A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哦。是去金门妈祖，对唔对？恭喜你得4000啦！来，问一下老师，来，老师。嘿，这上早就是算做讲，因为金门有823炮战，是算做讲，若像要互大家会记起讲战争吼，迄种安尼大家辛苦吼拍拼吼，去即个精神啊吼，所以就是讲用金门妈祖这个名，这是中亚公司吼上早来做即个办即种典礼安尼。嘿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